天是刘兄。你所听到这消息，敢真是有影？可会是？绝对可靠。电天府的人，大家拢已经知影这个代志。加在咱来到这个会营的所在，地头偏僻，消息才无遮尔只紧，就传到咱这个所在来。也不过，文化的楚公子，安尼嘛不是办法。当然，这个代志是袂呢一直讲安尼将伊稳活落去。也不过，看楚公子伊这2工来，所受打击遐尔正大。到到长夜晚为止，伊还搁安是一直在找伊的老爸，找到人安尼筋疲力尽，安尼，即马这个不幸的消息闹互伊知影，恐惊伊是啥物不幸的消息？啊，城主、地保主，到底什么代志？紧甲我讲，是啥物不幸的消息？你叫我知影是？是不是我来爹叫阮兵了去啊？地保主，紧讲啊！楚公子，
连做一个被害人。是，现在我在西红山害怕，他是你头脑上真的。人种啊，是我上要安怎好？你甲我放开！你甲我放开！你甲我放开！上运就是地震，对，就是要刘上天打死。我要报仇。现在，你来杀死干涉楚公，大队迄张出兵的计划始倒转啊！
使老夫过尽无忧。这个功劳这么大，来，咱斗阵来饮这杯庆功酒。哎，请请。多谢大哥。哎，杨明啊，你嘛唱这个曲，来甲刘大爷庆功酒。是。刘公主，两个吹哪唱的歌是温滚抒情。刘公主，你唔知有爱听无吼？啊，当然爱听，爱听，请。唱得好，真好，真好。来，输你一杯酒。多谢刘公主。美娘啊，你嘛就唱一句。哎，对。是，刘公主，我为你唱一首《莺莺台湾》，唔知你有介意无？介意啊，请。酒的真好哦！来，我输你3杯酒。3杯哦。来，啉。无咯，现在啊，你是唔通去灌醉呢？你若灌醉，无人通我输效你哦。老夫啊，上知影你爱啉烧酒甲美人，所以我就安尼决定，严娘甲美娘想你做妾。就是多谢老夫什么？哎，小哈仔，老夫安尼做，你唔知替你的外甥你食醋也哎未？，小哈仔干。来，干杯！先生，啊，老夫有你来伫咧协助，亲像猛虎添食，你用你讲是老夫的双手，若无你，老夫敢若无手骨共款。有你，什么代志都可以成功。老夫的夸奖，小婿不敢当。来，干杯！你是讲，这后代事若成功呢，富贵、宽盛，老夫一定一半分你。多谢老夫。刘公主啊，你莫食这么醉，惊好啦。
有好啦，你水干呢？哎呦，紧嘞，所在坐者。坐好。哎呀，美娘啊，美娘，你拄食迄块曲，实在唱得非常的好。哎呀，你酒醉啊啦！我是艳娘。哦，你是艳娘啊？哦，对，艳娘，你唱迄个文君思情的艳娘对吼？哎呦，你看，你最甲安尼，人我是美娘，我是唱莺莺台湾，你哪敢讲人唱文君思情啦？哦，你是美娘哦，美娘、艳娘，哈，啊，拢是同款一字娘啦。闪你闪！对，你已经咧醉啊，好困啊！好困。我酒醉就好困。啊，你无醉人哪还袂要困啊？啊，都。对啊，你实不应该食遐尼济酒。啊，你咧醉干咧，毋拄啊来酒醉，讲毋对话要安怎？哇！请上帝甲我好讲，庆祝我加啉几杯，哪有啥物要紧的？我大啊，啊，这两个是啥物人？哪还阁毋转去哈？啊，你毋捌的？啊，艳娘美娘啊，过来记咧，我会拜地地公。地公？佮地母咧地公，我就是阮大的婿啦，我就是张丽雅啦。哦，原来就是张丽雅哦。转袂去哦，大啊，啊，这两个是。这两个是，
娶媳。对对，敢敢若这个消息尔是？是啊，叫我哩。多谢哥，多谢，哎呦，毛着啊！哦，这位伊个外孙哦，袂歹，你知？紧来分啊，紧来分啊，讲到分啊。咱就来食过两顿饭。啥物事？嘿！哎呦！你嘛了命哦！了命！有一个查某是啥物人？老实实讲，我就了你这条活命。我是只个退役探听刘公子的消息，趁几个运牛，啊！阮其实嘛毋知影个查某踮伫倒位，嘛毋知伊是啥物人。原来呢，你安怎甲伊联络？这较简单，像安尼，伊来找阮啦。若无，阮就去静修庵的门口遐等。对啦，安尼，迄个查某大概敢是踮伫静修庵啦。